下一切，不离开一切，重新改变，再回到原点，清晰可见，理解对你的语言，破碎的成全，已无法还原那些不堪一击的画面，也破碎了曾经的那些，承受过度的冷静，应该不再有秘密，人应该如何让它停，让它停。那些不堪一击的画面，也破碎了曾经的那些，承受过度的冷静，应该不再有秘密，生命该如何让它停，让它停。承受过度的冷静，应该不再有秘密，生命该如何让它停，让它停。承受过度的冷静，应该不再有秘密，生命该如何让它停，让它停。破碎的从前，已无法还原，放下一切，不离开一切，重新改变，再回到原点。谢谢。那我刚才有提到，就是我女儿嘛，